娘娘，福康公主来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好友的夫君10日前去世了，他还很年轻，几个孩子都没你大。他定很爱他的夫君吗？娘娘年轻的时候，特别羡慕他们。神仙眷侣，说的就是他们。没想到他们会是中途惜别。这是他给娘娘的信吗？字写的真好看。你能认得出这是谁写的字吗？这字写的像新发的花枝一样，很是特别。可是又与爹爹给我看过的名家法帖不同，我猜不出。怀吉，你跟在官家身边这么久，来看看，认不认得出？潇洒太湖岸，淡驻洞庭山。鱼龙隐处，烟雾深锁渺迷间。方念陶朱张翰，忽有扁舟即将。瞥浪在卢环，落日暴风雨。归路绕汀湾，丈夫至，当谨慎，齿书闲。壮年何事憔悴，华发改朱颜。拟借寒潭垂钓，又恐鸥鸟相猜。不肯傍青轮，次照穿芦笛。无语看波澜。这么晚了，你站在那儿做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说呀！哎，你搞什么鬼？他女儿死了，他不会放过我的，即便他相信那是意外，他不会相信，他是不会让我和我的孩子活下去的。这词应该是出自苏子美醉笔之下。上个月，他写了这阙词，不久病逝于苏州。苏子美，是她死了。他不过才40岁，也是机遇难消，终成孤寂啊。可是苏子美不是在苏州建了一座沧浪亭吗？爹爹还让我背过。我记得里面说她成日与鱼鸟共乐，而且娘娘也说她与妻子十分恩爱，为何会积郁成疾呢？慧柔，你知道他修筑园林为何以沧浪为名吗？是什么典籍里的词句吗？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爹爹，官家，你知道的，
我绝对不是想要害公主，绝对不是。公主第一次发病，那帕子也不是我给公主的，是我。不，你是想说，是我害死四公主的，是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。公主的死是意外，真的是意外呀！意外。你若无心，好端端的帕子，为何要用构树花粉浸染熏香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谁害死。瑶瑶第一次发病的时候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。为什么你的房间还要藏这么多的构树花粉？我不甘心，明明我和他容颜无忌，不相上下。你刚开始是不甘心，可是后来呢？后来你是希望官家去小卵壳的时候，他因为出疹子流涕无法侍寝，你便可以趁机取而代之。瑶瑶因为我藏入你的储备玩耍，被构树花粉击得喘边夭折，那是意外。可是张娘子缠绵病榻，官家痴心日日陪伴，可张娘子又无法侍寝。你的愿望实现了，你的愿望实现了，你哭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蓝条，我劝过你多少次了？婆婆，事已至此，只要那个张茂泽让宫女一口咬定四公主是因我房中的花粉而亡，张娘子她留下是两败俱伤都不会放过我的。还有可能，因为第一次那帕子是您给的，而迁怒于您呢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张茂泽横竖是为了皇后对付张娘子。我在想，不如我们就依靠这腹中的孩子，投靠皇后。皇后年过而立，膝下无子，她要对付的也是张娘子。我们跟她没有过节，皇后不会难为我们的。只要皇后一句话，张茂泽他一定会偃旗息鼓，收拾好残局的。蓝条嘛，我想他即刻就会攀附皇后的。好啊，那一会儿你就到我房里，把事情始末写下来，说明我们从未有过谋害公主之心，一切皆因意外所致。你我都画了押，再上呈给皇后娘娘，以表我们对皇后的忠心。尊驾是升了都知，能管辖整个晋中了，还是眼瞎走错了门？回头看看，这是祥鸾阁，不是坤宁殿。
茂泽前来打扰张娘子，只因听闻张娘子一直关注着当年公主抱病夭折时逃出宫的宫女，杨府都知始终未找着人，茂泽接手了未结的案子。最近倒是将这名宫女找着了。你说什么？爹爹，这苏顺清其实并不想游山玩水，而是想做官的吧？他就是因为做不了官，才郁郁寡欢，生了病，对吧？他尚在壮年，又是满腹才华，自是有一番抱负，不甘就此山水寄余生的。爹爹既然极爱他的才气，又为何把他赶出京城，不许他施展抱负了？因为他做错了事，便要承担责任。可是方才娘娘说，他以沧浪为他的亭字题名，而且爹爹又解释这二字的意思。如此说来，他是觉得自己蒙冤的呀。他为人正派、单纯，是个让人仰慕的才子，让人喜欢的朋友。但是为官却不懂审时度势，眼高于顶，让同僚不满，又不够谨慎，坏了规矩，做了坏榜样。不许他做官，不冤枉。但许多人借题发挥，抹黑他的人品，这便是冤枉他了。我不懂。慧柔不需要懂这些。可是慧柔知道，他死了，爹爹很难过。是的。从此以后，国朝再也没有汉书下酒的大才子苏子梅，再也看不到他写新的文章。这是国朝文坛的损失，亦是后人的遗憾。那么，他并不是坏人，而且又这样有才华，爹爹可以网开一面，法外施恩啊！爹爹一定也是想的吧？每个人都不可能尽由着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事。可是，爹爹都不行吗？爹爹是官家，管着天下所有的人啊。你爹爹管着天下所有人，却也被天下所有人管着。他尤其不能由着自己的心意。你是说，瑶瑶那日并非因为天气寒冷，在外贪玩，被击得喘急骤发而亡，而是躲在下人的衣橱里，误吸了构树花粉？这是那名曾逃出宫的宫女所言。她还在柜橱深处看到一个巫蛊术所用人偶，上面是张娘子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什么下人？哪个下人？我要将他千刀万剐！千刀万剐！娘子，此人卑鄙阴险，娘子万万不可中他的奸计。一切得等明日禀告官家之后，由官家来做主裁判。当年虽将苏顺清血祭为名，说永不续服，但我心中是想平物意，亦想给他一个刻骨的教训。今年便在赦宥罪人的交手文中加了一条：监主自道情稍轻者，须刑不离血。
言者反对，说这是邪情驱避肃顺卿。2月前，我下旨起复顺卿做湖州长史，是想让他先在外做官，慢慢的再调回京中，以免台谏说太多话。未料他竟没等到。臣妾也盼望他夫妇能归隐水乡，能以权势自适，生而好歌，安于冲狂。谁知子美却还是丈夫之当景生，史书贤。他这样的人物，也不能超然世俗之外，真正放下。谁又能超然呢？是为名利，是为报复，亦或是为天命使然？肃顺卿不能，夏悚不能，朕更不能。官家管着天下人，天下人别无选择。官家被天下人管着，却是官家自己选的。但是朕常常并不甘心。那依然是官家自己选的。官家为了让天下人心甘情愿地被管，选了时常让自己不甘心。让秋荷去拿你的存酒来。官家，你气色不太好，我让秋荷替你按一按。此事不想听皇后进谏，只想与丹叔饮酒。怀姬，你说，是不是天下的男子都喜欢做官的？在国朝，任何男子娶了公主，便不可以做朝廷的大官，管朝廷的大事了，只能做个游手好闲的驸马都尉。这是真的吗？这的确是国朝的规矩，但也并非做官才是有用之才啊。譬如驸马，极善书画。所以，也许虽然曹哥哥喜欢我，但却也想做官，所以爹爹才不选他做驸马都尉的。要不然，爹爹那么疼我，怎会不把天下最好的男子给我？臣不知曹公子意愿，更不敢去揣测官家的心思。怀姬，这几日我使劲的想啊想，
去想爹爹为何不把我许给曹哥哥。不管是去想爹爹没有那么疼我，还是去想曹哥哥没有那么喜欢我，都特别难过。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难过。官家是最疼公主的。今日，爹爹和娘娘说那个苏顺清，他又好看又有才华，还有个很相爱的妻子。不做官，去山水之间建建亭子，写写诗，做做画，可比整日里挑拣爹爹的毛病和其他老头子吵架快活多了呀。结果，他却因为不能做官，郁郁寡欢，生了病，病死了，丢下了他的妻子。如此看来，天下的男子都是觉得做官才是最重要的吧？不急不急，让我慢慢的跟你说。婆婆，婆婆，你怎么了？婆婆，婆婆，你怎么了？这世上太多事，天命如此，无可奈何。官家对他的良苦用心，顺清泉下有知，亦会感激。这是杜夫人呈交给你的，可还有信件？他突然将这词交到我弟弟手中，我弟媳送入宫来。除此之外，并无信件。我弟弟曾遣人送钱给他，他谢绝不受，说上承遗辞，不为乞怜，唯望官家肯一顾。对范相公、傅彦国、韩志圭、欧阳永叔等外放文臣多加顾惜。以后安葬姊妹，若能蒙他们赐篇墓志，他这一生便再无所求了。你这番话若是被言官听到，可是要弹劾后宫干政了。你一贯谨慎，怎的今日却忘了避讳呢？有恒此情，是因心伤他夫君英年早逝，念及亡父遗志及生前挚友，发乎至诚。臣妾如实转达，并无一字增减，臣妾问心无愧。若是因此被言官弹劾，亦不后悔。丹叔替至交好友进言，涉及朝廷被贬官员，这算不算干政？朕还真拿不准言官的想法。不过，丹叔为至交丧父伤心，对我说什么，都是我们夫妻间的事，与旁人无关。人生一世，能做了夫妻，总是天大的缘分。我知道你内心有诸多的不甘和委屈，却又不敢夸口说。
你若是说出来，我便能帮你解开心结，开开心心了。只希望你开心或是伤心，都对我直接讲，唠叨也好，哭诉也好，哪怕是撒娇撒泼呢，不要就拿出皇后的气度强自压制，压制不了，再拿出皇后的身份来一本正经的对皇帝进谏。来，就是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一个字都没骗你。蓝条，他确有害你的心，又确实间接害死了公主，他该死。可是他怀了官家的骨肉，又是无心之事，并不能断他的死罪，多半会是宽容。我知道，你宁可跟他同归于尽，也不可能忍受。可是他怎么配与你同归于尽？所以刚才我便替你处置了他。我也有罪，我也有罪。那条帕子是我误用的。后来我明明知道蓝条有妖宠的心，但是我顾着夏颂，要顾及着杨怀民，我怕你势单力孤，斗不过皇后，所以我一直都瞒着你。可是，平安，我从未有过背叛你的心，我不会背叛你。说句僭越的话，这些年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般。不，婆婆，我不怪你了，我也不生你的气了。你不要离开我，都是许蓝条他一个人的错，你替我去处置了他，我不怪你了。我回去求官家饶你的罪，我现在就去找官家，我去找太医。我要去求官家，我要去求官家。赵胖子便是打定了主意，要从我的错来牵连到你。不行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什么都别说，只要让官家看见你伤心，看见你伤心就好。我不怕，官家他会护着我，我不要你离开我，婆婆。我会去求官家饶恕你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
官家，臣把张茂泽带来了。御医看过了，他无碍了吗？他服毒后不久便被料子发觉，所幸治得早，现下余毒都已拔尽，应是无碍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死过一次，感受如何？臣愧对官家多年信任栽培，无言苟活，求官家赐死。我且问你，贾婆子遗书所言，你可承认？他处处诬陷皇后，乃是故意攀扯，绝无此事。那你一死了之，旁人便就相信你所做种种，便与皇后毫无关系了。官家了解娘娘，娘娘人品贵重，怎会屑于贾诩等人计较？一切都是臣的罪过。臣厌恶张娘子鄙俗，不忿祥然阁嚣张。所以你就设套坑害贾婆婆、许内人，造谣诬陷。不，是他们自己各自心怀鬼胎。臣虽然厌恶他们，却是顺着他们所做之事核查，并未有丝毫诬陷。但是臣却一意孤行，自以为是，又算错了一招，竟然害得皇子未能出生便随许内人而去，臣罪该万死，千刀万剐亦不为过。臣伺候官家多年，却如此不长进。官家今年来反复提点于臣，喜怒臣之，皆要发乎情，而止乎礼，不可偏激。然而臣却如此驽钝，终于酿下大错，臣无言苟活。求官家赐死。真是个蠢货！你心中想些什么，当真不知？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。你竟何时与那贾婆子成了一号货色？你以为你被千刀万剐了，就能证明皇后的清白？前朝后宫便没有人议论是皇后指使你如此行事？你若死了，那才是给皇后蒙上了不白之冤。官家明鉴，娘娘莫说从未指使，臣所为乃属皇臣私事务，臣从未禀报于娘娘。但是臣心中确实为找到祥然阁错处而暗喜，但自问追查过程，并未有丝毫假造证据、严刑拷打有故的违律之处。那你急着死什么？贾婆子选择死，是因为夏松已经风烛残年，不可能再回京师。你之后查出的实据也会向他问罪。你呢？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中，走投无路，只能去死？你是说不出，还是想都不敢想？
你行动虽未违例，内心却有失偏颇。你查此案，不是为了匡正执法，也不是为了帮助无辜，更不是为了朝廷和宫廷的利益。你就是心有所偏，然后寻事实，为你私心所用。你所为，表面上无可指摘，内里与那假婆子有何区别？心有所向，意有所增，并没有帮到心中所向之人，只在摧毁所增之人，且伤及无辜。难道不是如此吗？臣害得无辜皇子王嗣，臣当付出。这个孩儿，朕在心中给他取名赵轩。官将，娘娘派人来说，今日重阳节宴集，皇亲贵戚会在未时前后先到后院，赏菊、钓鱼，也安排了鸡丸、投壶。开宴将在申时。起来吧。官家，起来说话。我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，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你呀，真是傻。你我算是什么样的情分？便算你如那假婆子一般，我也得尽力去救你呀。朕最不爱做的便是处人死刑。朕总觉得，哪怕是按律当诛之人，于情于理，也未必该死。朕常想，人孰无过？弥补与赎罪，不是比严刑峻法更好？可弥补并不容易。做过的事，伤过的人，甚至是给自己最爱惜的人所招来的敌意，都只能尽力的去化解，哪怕最终徒劳无功。茂泽，朕不许你死。朕要你弥补，要你赎罪。
朕最不爱做的便是处人死刑。朕总觉得，哪怕是按律当诛之人，于情于理也未必该死。朕常想，人孰无过？弥补与赎罪，不是比严刑峻法更好？可弥补并不容易，做过的事，伤过的人，甚至是给自己最爱惜的人所招来的敌意，都只能尽力的去化解，哪怕最终徒劳无功。这个孩儿，朕在心中给他取名赵轩。官家到。呀呀呀！呀呀呀！go！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！啊啊啊啊啊！呀呀啊啊啊啊！看着谁？咦？爹爹，爹爹，哎，他说他叫爹爹。爹爹，我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叫爹爹的？呀呀呀呀！不过姑姑教你哦，这是爷爷，不是爹爹啊！呀呀呀呀！回柔，呀，将仲真交给奶娘吧，马上开宴了，你把她弄哭了可不好啊。可是他很爱跟我玩呢。呦呦呦啊啊啊！不哭不哭。最近来这么大的时候，爹爹叫的更是倾斜，而且他认人，从不会对其他人乱叫爹爹。怀柔，
将这个给你姐姐送过去，这是她从小便最喜欢的。官家，臣妾有一事，想趁着宗室七礼都在，向官家禀奏。你收受外臣馈赠，臣弟尽忠消息，这是杖责后撵出宫的罪。我父母早没了，我一个8岁就净了身的人，这族里也定是不会收留我的。外面什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求你，只要不赶我出宫，你怎么罚都成。倘若是我真的罪无可恕，不能再留下，那就还请张先生赏我个痛快，总比赶出宫去，受人嫌弃，受人啐，要体面些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求你，求你了。罚是要先罚的，杖责也免不了。但是我留下你，你跟夏总、跟祥然阁的人结交甚密，想必总比别人多了解些。你跟着我，先处理贾婆婆那个外宅。谢张先生，谢张先生，谢张先生。苗昭仪端庄贤淑，恪守妇道，为官家诞育了儿女，在雍王出生之后，几次兼具了升迁位分。如今福康公主年已14，驸马都尉，是内廷之中举朝上下认可的人选。借如此盛世，我方才与官家商定，迁福康公主之母苗昭仪为2品淑仪。这次是咱们要嫁女儿了，不可再推辞。臣妾谢官家，谢娘娘。除了苗淑仪之外，还有一位后宫娘子，亦应升迁。张美人侍奉官家多年，又曾育有3位公主。她曾为女祈福，宁将未赐，多年未迁。宫变之时，她真情真性，欲以纤弱之身护驾。官家亦感怀不已，愿表彰其护驾之功。如此，不妨进制为妃，以表陛下抚慰嘉奖之意。那日贼人作乱，全仗皇后指挥，调度护卫。若说嘉奖，皇后理应为先。承蒙陛下眷顾，臣妾身为国母，名位已隆，无可附加。况陛下以臣妾为妻，
臣妾原无以为报，臣妾做的只是分内事，又岂敢邀功请赏的？都不许跟着我！中官今日出城，送个人出去便回来了。为何今日突然提出禁止张氏为妃？前朝争执了大半年，后宫也议论纷纷，平生出许多猜测。臣妾觉得，有个定论，才能止住荒谬猜测。张娘子侍奉官家，最得力是时，也入宫多年，身为妃尉，并不为过。怀姐，为什么我虽然不想嫁给那个李伟，但是今天看见这门婚事能让姐姐设为淑仪，姐姐是开心的，我也就跟着有一点高兴。可是张美人竟然一下升为妃子，压过姐姐，凭什么？苗娘子温柔和婉，从来不与张娘子比的。姐姐不比，我却不甘心。这次他那个假婆子和许内人一起喝了毒茶，对外说什么内人私有纷争，我才不信跟张娘子没有关系呢。两个都是他阁里的人，一个就是他最亲信的，另一个就是拿布偶诬陷我祖宗妹妹的。小两个出了这样的事，竟不彻查，而后将张娘子一下升为妃子，弟弟被他迷惑变了，为什么娘娘也要讨好他？他真的就无法无天了吗？我饿了。公主现在回到席间，还能赶上蟹肉羹啊？不去，我还在生气呢。好，不过那就只能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冷包子了。若是连冷包子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只能给公主烤2个芋头吃了。
这一曲我演奏许久，却是头一次与人如此心有灵犀，多谢尹姑娘。公主，芋头热好了，等吃下去便不会这样冷了。 这几日，张承照都在跟着张先生做事，公主可以放心多休息会儿。等吃完芋头，我送公主回去。怀吉，你坐在我身边。臣不能。怀吉，我很累。 也很冷，我想靠一靠。我要学箜篌。你去告诉他我不要！真是笑话。他和张茂泽是害死婆婆的仇人，却以为可以用这点恩惠拉拢我吗？别说妃位，就是那中宫之位，在我眼里都不算什么。碧寒。 碧寒，官家，珠宝、奇珍、名粉，我都喜欢，但我只喜欢你给我的，不稀罕其他任何人的赏赐。官家。 你不要再给我讲什么道理了，我不会听的。我厌恶你的皇后，你说什么，都只能让我更加厌恶她。碧寒，我何时跟你讲过道理啊？你呀，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一个任性顽皮的小孩子。我也不想让你变成女人的样子，不管是贤惠懂事的，还是庸俗愚蠢的。他们都说我是坏人，我这么坏。 官家也喜欢我吗？我不会喜欢坏人。你那么霸道，可以容下了蓝条。若不是得知瑶瑶是因蓝条的嫉妒心而夭亡，你也会对她生的孩子好。你多么喜欢小孩啊！嗯。可是没有她，瑶瑶现在还在。 她现在一定漂亮极了，乖极了。官家喜欢她学诗词歌赋，那她就会听爹爹的话，好好的学。她喜欢学跳舞，那婆婆和我就会教她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我的亲人都离开了我，现在连婆婆都没有了？是皇后指使张茂泽。 是他们设计陷害，顺便除去了蓝条。
不要记恨别人，全都怪我。定是我未能对母亲尽孝，所以上天罚我，让翠醒来，让瑶瑶、月月，让幼物都替我去尽孝。官家，官家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来人！没事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碧寒，我不跟你争执，我也不劝你不要怨恨，但是我要求你，不可因怨恨而伤害别人，不可故意挑衅皇后，令她难堪。其他的，只要你喜欢，这四海之地但有，我都给你寻了来。谢官家升碧寒为贵妃，还请官家赐恩。婆婆对我有养育、教导、护持之恩。她少时本有如意婚约，却因先帝给未婚夫另指婚约而孤苦一生。我知她的心愿，如今她身死，我无法为她雪恨。还求官家令人护送灵柩，到下送处由他主持安葬。贵妃，也不是不可。省得以后再费周折去升迁。我会去跟皇后说，我想她也不会反对。至于贾婆子，念在她对你的忠心，随你吧。备辇，送官家回福宁殿。朕今日打算宿在祥鸾阁。碧寒不敢耽误官家操劳国事，更何况太医早诊过，碧寒已难为官家耽于皇死，所以官家留在祥鸾阁也无意义。若是日后碧寒还想要什么稀罕物，再向官家讨。今日便恭送官家。夏公，因贵妃娘娘之情，官家特恩，令我护送贾玉兰灵柩至此，安葬事宜由你全权做主。张正官，辛苦了。贾玉兰有罪，
但照顾贵妃娘娘多年，亦有大功。官家仁慈，又恰逢贵妃升迁之喜，不再追究。贵妃，下送，谢官家天恩，谢贵妃。贾玉兰生前私宅留下巨款，经皇城司查核，来自禁止于西夏贸易期间偷运进盐，违律买卖缴妓女使有关。如今查点充公，官家下密旨，以此巨款，在贝州开办义学，将不义之财做仁义之举。弥勒教国惑人心，教众谋反。官家在平贼之后，只杀贼首，不广开屠戮，而在贼人谋反之地，平民心，授民以祭。好，夏松明白了。官家一向爱你才华，你在西夏防御时候，在地方上立名的建树，官家都记在心中。他知道你一生痴爱古文棋子，即使战事之中，军务繁忙，亦在就寝之前研习古文，为采买古物也耗费大量钱财。你并非别人所说的一无是处、大贱之人。中官，等片刻。将我书房里那一篮子书稿拿来。20年来，老夫既平生所习学，按韵编著，著了古文字的字汇和古文四声韵一书。
汉后如此，臣以此书上呈，虽不能报官家天恩之万一，却可佑惜后人。去找来什么点心了？去这么久，我一首新曲子都快弹会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打你？公主别问了，是奴不对。你先说怎么回事？你是怡凤阁的人，做错什么也应该先禀告姐姐和我，再由我们处置。不告而动粗，这不是打你的脸，是打怡凤阁的脸呢。就是张贵妃的伯父把新科状元冯清给接到府上，逼娶他女儿的事吗？前几日于婕妤给公主和娘子讲的。奴去御厨房时，正好听到有几位其他的工人在说，奴不知分寸，就插了几句嘴。正说到热闹，没注意到宁华殿有人进来了，听见上来就劈手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嘴巴，说教规矩。笑话！他家闹出的丑事，自己做的，却不许人说。于婕妤说了，这事朝廷里的大臣笑，民间里的百姓笑，怎的，我们就不能笑啦？那位从前就跋扈，如今可是贵妃，官家又如此恩宠，据说就为她，官家还要贬小宋呢。若是真的，那还不得狂上天去？贬小宋，爹爹极爱他的文辞啊。他和那位又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册封贵妃嘛。我朝所有被册的妃子，从来都是辞一世，受告身，所以负责张贵妃告辞的小宋，认为张贵妃必定如此，于是没去请示，直接把告辞盖上官印，封好后送交贵妃。然后呢？然后张贵妃就勃然大怒啊！她跑到福宁殿，把高升置于地上，对官家说：“乡下地主娶个小娘子，都万万不会如此怠慢。不知是陛下故意羞辱臣妾呢，还是您的臣子在羞辱您？”他敢这样对爹爹说话？高静姐，你何时去过福宁殿？还能瞧见贵妃娘娘如何对官家说话？张贵妃迁至宁华殿之后，所有需用都越过娘娘，直接向两省六局发号施令。各主事见她一下子从美人迁至贵妃，可见圣宠，尤其不敢惹她。好家伙，她这1个月不到的花销，竟是坤宁殿的2倍不止，远非愚智可以形容的。这个新调过去的管事李婆婆，考评上面写着稳重能干，怎地做事这么没分寸？去把人多知给我找来。哎，端方能干的高阶内人，谁愿意去贵妃那儿啊？上赶着去的，自然是图好处的。而且她以前只是郡君的时候，就只要那贾婆婆一人，连官家都没办法，便由着她了。如今贾婆婆恶行太多，自食其果，那其他赶着过去的恶人，谁又能拦得住啊？您都为了让官家高兴，主动升迁她了，还一下子就是贵妃，那别人谁敢再惹她分毫？贾婆婆死了，选人填过去，这么为难的事，任督知怕是几夜都没睡着。终于在众多人选中，发现这个李婆婆和她大伯伯母早有往来，
想必是最容易让他答应的，还不赶紧对付了这个差事再说。看把你给机灵的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秋和你这么伶牙俐齿呢？而且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秋和发誓，绝对没有四处打听。这些都是张娘子升迁之后，各位想来告状，又摸不准娘娘意思的各位娘子、各部主事，忍不住拉着我跟我念叨的。大概误以为我是娘娘的亲信，能摸得准娘娘的意思呢。哟，这话说的，误以为。你是在抱怨我对你不够亲近？亲信嘛，自然是能靠着主子，能狐假虎威，旁人也敢怒不敢言，那才叫亲信。懂内人这是在讽喻着进谏。吾懂了。此事如说各司主事都有错，那错的源头便是在吾这里。吾定好好反省，与官家商量补救之法，可惜。其实我也明白，用升迁张娘子解决之前一环套一环的麻烦，停止宫内前朝的争执议论，尤其是蓝条之死的无稽揣测，不是完美的方式，会有后患。只是宫变一事以来，谁都等着他做主，又有更多的人怨他不公，他夹在中间，实在是太苦了。我想想吧，宁华殿那边若是一直如此，我再去跟官家商量。吃吧。可是娘子说了，要罚跪12个时辰，不许吃饭。姐姐最是心软，怎会忍心你们真的一天都不吃东西？我拿这些的时候都没避着她，她一句话都没说。哎呀，吃吧吃吧，她就是做个规矩给别人看。公主，我发誓，我那可不是瞎编的。我虽没去过福宁殿，但都是福宁殿的内侍讲的。我当然相信你。以前说那贾婆婆欺负人，如今这新去年华殿管事的李婆婆才叫狗仗人势。公主可知，她连梁高班都骂过。什么？她敢欺负怀吉？也是听福宁殿的人讲的。她和梁高班一起出宫采办些东西，回来了晚些，官家每日晚上都要看闸子，所以就有些急。结果经过那东门的时候，宁华殿的人押着一车子东西把门堵着，梁高班想侧身挤进去，却被那个婆子破口大骂。这车上装的可是连宫里也没有的宝贝，乱挤乱碰的，碰坏了一点，你10条贱命也赔不起。李婆婆吗？打我的也是她。不过他们是运什么东西啊？连宫里都没有。那位自从封了贵妃，跟外臣联系可多了，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的，不知道多少私相授受的。从前张茂泽在内东门时，谁敢这么乱递进递出东西？听人说，贾婆婆许兰条的罪也是张茂泽查出来的。这倒好，不但没功，反倒被官家派出了京。谁不知道这就是贬斥呢？弟弟如今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嘘，公主晋升，怎敢指责君父？这要是被娘娘知道了，公主怕是得禁足1个月，我俩就真得禁食1个月。等等，宫里都没有的宝贝，会是什么？